在燕子湖旁的毛毛虫学园是国内第一所由家长自办的实验学院。1994年2月2日，毛毛虫亲子实验学校，也就是即卖的亲子实验国小，举办开学典礼，正做过来体制外上新的教育。目前有30个学生，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都有。至于教学，以讨论为主，不看孩子的年龄，而是激发孩子的能力和兴趣。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考试啊。1997年2月2日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修订《228事件处理和补偿条例》第4条，把228和平纪念日改做国定假日。在进步2读不发言、无记名的表决过程中，能够顺利的通过，主要是因为立法院的3党2派基金协商，确立了共识。在通过的同时，朝野还曾经疑虑，因为时间急迫赶不上今年实施。不过立法院秘书处赶在中午以前送到总统府之后，总统就在下午立即公布。